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实体的课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直播或者是用预录的方式。那期待大家能够再次把你的乌克丽丽拿出来做个预习。今天我想要带来一首诗歌，也是我们现在疫情全台湾都非常的非常吃紧的状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这首诗歌，愿能够一起来学习不同的节奏方式，甚至诗歌它里面的歌词，那我们一起来多一点练习。那如果在我们线上一些比较初阶刚来学习乌克丽丽还不是非常熟练的乐手学员，那牧师也期待你们先把和弦的部分都先把它练习练熟了哈。那我们这首诗歌呢，愿它本身用到了总共有七个和弦。那这七个和弦呢，我们务必能够先做一些基本的练习。C 和弦，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好，那记得在所有的和弦的转化变换过程里面呢，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像譬如说可能是像D minor seven D minor seven 可能因为角度关系，你的拇指跟食指的部分比较难能够做一些我稍微把角度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可能特别在你的手指的调整上面比较没有办法做比较拇指跟食指我说的这个扣的紧扣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为了角度关系，我们必须要弹奏按到四个地方，所以呢三个地方，所以呢它本身呢四个地方，我说错。好，那这个和弦呢，实际上你必须要小指要挤在这第三格的第一弦。好，所以这个位置你就必须要能够，其实也是可以的尽量把你的食指、拇指第一关节下方那一块扣住，然后整体的虎口角度用一下整体的虎口整个虎口的面，它实际上都是扣住的。那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能够理解，所以扣住的地方稳定性才会够高。所以我们在换和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首诗歌它总共用到你必须在练习的时候，你必须用 C 两个小节来做更换。那一开始呢，我们先不用按照这个节拍，我们只要按照三四拍的意思，就是说以四分音符以四分音符为拍，那每小节有3拍，所以你各自打拍子1、2、3，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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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我们谱例上的箭头，你看蓝色的部分，它虽然是画上，可是为什么我会弹下呢？你只要把你的琴往面向自己，把它抬起来。好，那它画上的意思，你再把它放下来，也就是变成下了。所以在乌克丽丽任何的不管吉他或乌克丽丽，箭头的方向一定都是反向的。好，你只要有这个空间概念，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而不是死背。所以呢，我们在用一开始这首诗歌1、2小节、2、3小节、3、4小节、5、4、5小节，你必须用2个小节来做累积的练习，反复不断的练习。像 C 到 E 麦 ，C 到 E 麦 ，C 2、3 ，E 2、3 ，E 2、3 ，E 2、3。好，如果熟练了以后，你再加变成第2小节跟第3小节，1、2、3 ，1、2、3 ，1、2、3 ，1、2、3。记得脚一定要打拍子，心里面有一个默念的节拍存在，把所有的和弦跟节拍搭配整体的肢体都能够融入在一块，这才是我们练习的重点。好，那我接下来就来示范这首诗歌，愿。一起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节拍里面，我们必须先注意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在谱例上呢，它是从第1小节到第2谱表。那在后半段第2谱表的后面2小节，它必须做一个反复。好，那我们反复回去呢，我们就唱下半部的歌词。好，那我们再一次做从头的示范。好，因为刚刚有一些疏漏的地方，哈，可能看错，因为字比较小，哈，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现在从头再来唱一次，哈，1、2、3、1。如果你不太熟悉的人，你就是用1、2、3、1、2、3都用下下下来弹奏。那如果你可以的人，你可以用1、2、3、1、2、3、1、2、3、1。你可以把我的头的摆动当作是节拍的下上下上。所以在第3拍下下上下下上下下下下上1、2、3下上下下下下上。好，那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我就从头示范一次。我相信你懂，我只为请你那更传的成就。一个下起，我将你憔悴。我命引到这的悲喜，我全面啊把地背，我你孤单里，我松胸甲悲伤，你归万的心中，我全面啊把地背，我你孤单里，我永远在希望，永远在咱心中。好，那刚刚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怪怪的音哈，那就是这个 D m 7。好，因为有些时候小指有没有到位，还有包含我们的中指跟无名指有没有在同一个在3、4弦上，而且在第2格上都要把它练得非常的准确。那不容易，因为我手指头，好，这样就对了哈。好，那所以自己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特别在我们第3谱表在后面副歌的地方，完全面啊把好，这地方呢，实际上它是用第1拍把它分为8分音符，完全面啊把地背，所以你必须把手切掉，完面啊把地背，好，这样感觉就会有一种高亢的感觉，有一种进入一个高潮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弹奏乐器，你必须可以去做一些变化、拆解，甚至你也可以加你自己的方式来变化一首诗歌。所以呢，预祝大家能够将这首诗歌做练习。那记得练习任何一首歌，包含你的右手、左手的配搭、和弦的变化，还有我们心里面，甚至可以自己去把它唱出来。那预祝大家练习愉快祝大家也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的一天。